新竹台湾社区的阿嬷，因最近甲因少年时代穿的衫裤变出来，重新打扮做少女，体验人生头一摆行舞台，展出因上水的穿插。即马就带你来看卖。阿嬷甲少女时代的日本和服穿出来，画面笑甲真欢喜，佮淡薄仔歹势。个人穿旗袍，挂珍珠破链装塔，规身躯看起来真贵气。台湾家政班举办活动，成员甲平常时唱茶、衫拄来的青春回忆，搁再找倒转来。回想我们自己少女时代有这种打扮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表现。那每个婆婆妈妈呢，都是翻箱倒柜的找出他们以前的旧衣服，来呈现这一次的活动，也找回他们属于回忆中的少女时代。台湾过去在日本时代，因为大量的土炭资源，民众的经济收入算袂歹，在地富人人的服装穿插嘛较好。透过这摆活动，大家重温记忆。每一个人今天看起来都是最美丽的女主角。在我们内湾来讲说，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活动，也有向心力，然后可以凝聚我们内湾人的这一个团结力。这项活动搁参辅仁大学服装系学生合作，利用现代穿衫概念结合旧衫裤，提供新的想法，协助家政班得到新的创意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